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實用又好有力量嘅主題，改變一生嘅5個微習慣。其實好多人都想過得開心啲、滿足啲，但係往往唔知由邊度開始。好多時我哋以為成功或者內心平靜要靠天分或者大突破，其實唔係。真正嘅關鍵就係由一啲細微但持續嘅習慣開始。今日分享嘅內容係融合咗真人嘅智慧同埋現代人實踐經驗，5個簡單又強大嘅微習慣，可以幫我哋慢慢走上一條通往內心平靜同喜悅嘅路。第一個習慣，早晨感恩 （Morning Gratitude）。起身之後，唔好即刻攞電話或者諗工作，可以靜靜咁感謝一下生命中嘅人同事。例如你可以感謝佛、法、僧，感謝你嘅老師、父母、朋友，甚至係煮飯俾你食嘅人，連帶俾你挑戰，令你唔開心過嘅人都可以感謝，因為佢哋令你學識咗耐性同堅強。呢個練習會令你個人心境唔同咗，你會開始覺得人生原來好豐富，好值得珍惜。每次覺得迷失或者唔開心嘅時候，感恩可以幫你揾返生命嘅光。第二個習慣，早晨冥想 （Morning Meditation）。早晨係一日入面最寧靜嘅時間，冇太多噪音，冇太多干擾。呢個時候坐低，做幾分鐘冥想，可以練習慈心禪、正念冥想，或者簡單咁觀察呼吸。呢個動作雖然簡單，但係可以幫你喺新嘅一日開始之前，注入平靜同清晰嘅能量。當你嘅心靜咗，一日都會順好多。第三個習慣，寫日誌 （Journaling）。每日抽少少時間，寫低3樣嘢：今日做過啲乜，漏咗啲乜，今日有冇做過一啲善事，為自己嘅行動開心一下。仲可以寫低3樣你覺得感恩嘅事。長期咁做，你會發現自己開始更容易記得生活中嘅美好，亦會更加感覺到自己嘅價值。呢個習慣會令你嘅生活越嚟越有意義，越嚟越快樂。第四個習慣，正念飲食 （Mindful Eating）。而家好多人食嘢都係匆匆忙忙，邊食邊睇電話。不如試下喺食飯嗰陣放低電話，真真正正感受一下食物嘅味道、質感、溫度，諗下自己點解要食呢餐飯，係為咗照顧身體，令自己有能量去行人生嘅路。當你用心去食，連普通一餐都會變成一場好深嘅冥想。第5個習慣，規劃新嘅一日 （Planning the Day）。最後一個習慣，好簡單但非常有用。喺瞓覺之前，規劃好第2日要做啲乜，列出最重要、最困難嘅一件事，第2朝起身就先處理佢。呢個方法可以避免你一日都喺自動駕駛咁過。當你完成咗最重要嘅事之後，個心會特別輕鬆，亦會有更多時間去靜心、冥想或者享受生活。你會發現自己嘅日子變得更加有方向、有自由、有快樂。結語，呢5個習慣聽落好細，但當你持續去做，佢哋加埋一齊就會為你帶嚟好深嘅轉變。慢慢地，你會感覺到生活變得輕鬆啲、開心啲、充實啲。原來改變人生真係可以由好細嘅一步開始。